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3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才。9月初一开学，每一间学校拢伫咧准备防疫物资，不过台北市有风声讲15%的囡仔要穿防疫架伫咧厝内。为了要阻挡非洲地震团过各县市加强稽查，伫桃园有掠到一个查甫人伫咧网络卖走私货品，也有卖非洲地震过来卖饼。有期间呼吁各台动物案件，就要有动保警察专门处理。另外，公共政策网络平台也有连署成功，希望甲各台动物就要破重点。今日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3个本土病例，也有5个带病入境。另外，今仔日是无死亡个案。那讲到咱国内出现头一个台湾技师注过疫苗也是感染的情形，指挥中心表示，技师所带的旅馆拢是合格，而且伊本人也无正当的接触史，这感染源也正在追查当中。那讲到日本进前莫德纳疫苗出问题，和即刻送互台湾的是同一个大工工厂。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两件之间无任何牵连。新冠本土疫情38日新增加3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拢伫新北市，拢毋是居家隔离期间阳性的，无新增加死亡个案。这3例本土病例有1例已经知道是有感染源有关联的那2例关联不明那持续做疫调针对咱国内出现头一个国际航空技师突破性感染，陈时中是讲，这个技师已经注2剂 AZ 疫苗，而且满14天以上，也鼓励26个接触者进行 PCR 的核酸检测，已经验24个人全部阴性，另外还有2个人也未验。根据航空公司的一个报告，有检视他在境外的相关的旅社，那旅社也是合格的旅社。那他的也没有什么外出的接触也不当的接触都没有，不过详细的原因我们要持续的在调查。另日本传出还佫伫自的莫德纳疫苗有部分会当看到杂质，所以停用。这批疫苗甲一克所送咱的3万剂莫德纳疫苗，同款拢是西班牙代工，引起外界关心。但是中特别说明2个无关系。这一批它应该批次跟日本的相关是无关了但是我们每一批进来还是要做检验封签，那检验封签不管是从外观、内容物、酸碱度，那细菌的培养等等，都会完整的来做。另外，民众也关心民间购买精送的1500万剂辉瑞 BNT 疫苗，未来是不是会开放，让人换款注？但是中是讲，专家认为 BNT 等 mRNA 疫苗会当换注，不过都要看进货量来考虑。若是日期间改到后礼拜1 9月初6到期，但是中是讲目前也无要做大幅度的改变，伫疫苗注射率也未到60%进前，未考虑其他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有一个查甫人，顶礼拜5注高端疫苗，过2天了后，却出现目睭掉白钱、半度喘气的情形。指挥中心表示，送到病院了后，伊的病情有渐渐稳定，也正在调查讲这敢是疫苗所引起的。另外，讲到高端疫苗来到第6轮，伊的报道率有86%，不过若甲前5轮来比，是有较减少一寡。台中市卫生局证实，一名社区女子日前伫国军台中总病院注高端疫苗，2到下昼出现目睭长白鳞、心跳紧加无法度喘气等症状，前往急诊就医。我们就是为了响应政府，但是一个好好的人，就是突然之间有这种反应，其实我觉得这样的风险还是很高。社区女子经过各项检查、留医观察，但症状较好了后，已经回去厝休困。指挥中心表示，会继续了解敢是甲疫苗有关联性。心电图跟抽血检验都没有明显异常，所以到底是不是因他的疾病的诊断到底是什么，可能还要再做进一步的一个了解啦。指挥中心统计过去3天内，国内自新冠肺炎疫苗了后发生不良事件，通报有120件，包括8例死亡个案，其中4例是自莫德纳，2例 AZ， 2例高端。目前高端疫苗开始治疗后，累计发生6件死亡个案。针对外口风声高端伫人体临床试验排除19类对象只是部分。指挥官陈时中回应，每一个临床进前的试验拢依照法规，强调排除并无代表袂当做。那19类大概就是基本上就是慢性病怀孕，那基本上慢性病就是 B 肝、C 肝、免疫这不足的相关等等的，就在实验被排除的对象，并不代表这些是禁忌症。
受到技术因为资料后发生不良事件，甲 BNT 疫苗将要到货的有机心理影响，指挥中心证实，高端疫苗注射报道率是86.53%，比起前几轮自 AD 也是莫德纳疫苗的报道率大约90%是较低一寡。到礼拜二为止，国内已经有64,662人注高端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提供予观众朋友一个上新的消息，伫咧新北市今仔日接到通报，中和有一个56岁查甫人，伊注第2档莫德纳疫苗过1个月后，却出现身体不爽快，伫咧2八就来死亡。敢是因为注莫德纳疫苗所引起的？目前是等咧调查。这个个案是糖尿病多年，6月18号也先接种莫德纳一剂。7月16号再注第2剂，那都没有不舒服的症状。8月15号身体不舒服，请假一天。8月8号他的家人找他，所以请消防部门个案明显死亡。任香验是说死因可能是糖尿病所引起的自然死亡。新北市卫生局表示，目前是正在调查这个案件。进前伫咧台南有一个48岁本身带有心脏病史的查甫人，注2档莫德纳疫苗了后，过半个月也是来死亡。讲到 BNT 疫苗最近是有机会送来到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爱大家放心，会予少年族群来注。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提出政府要量产准备疫苗，甚至也讲到有甲 BNT 疫苗争取明年3000万剂疫苗。苏贞昌也回应讲，政府已经有量产准备啊，也感谢郭台铭的提醒。29个标出13例本土病例，其中还有包括学生。加上9月初1就要开学啊，学校的防疫即嘛是第一要紧。行政院长苏贞昌去疫情指挥中心视察，嘛召开防疫会议。针对 BNT 疫苗最近可能会送来台湾，苏贞昌讲应该会当予少年人嘛会当注疫苗。现在疫苗也陆续将到货，应该可以往更年轻的族群施打，请大家放心。各国都因为疫情的关系在抢疫苗，我们指挥中心也已经预购次世代的莫德纳疫苗等，只要对防疫有需要，我们都超前部署。也感谢郭董的善意提醒。苏贞昌强调讲，明年采购疫苗的代志，政府已经有量早部署。因为伊讲，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伫人面前，甲政府提出建议，采购疫苗的策略应该量早传互边。伊嘛有甲 BNT 探问，明年可能会替台湾保留3000万剂的疫苗，而且目前的回应是真好。伊嘛表示，希望头一批 BNT 疫苗会当伫9月份中秋节迄卡到小连锁送来台湾，至少到11月份的时阵，拢会当逐礼拜有回到位。目前今年已经有答应会送到位的，差不多是800万至900万剂。若以单纯就是说要打第3剂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的量是够，不过我们也不排除因应可能一个供货或等等的相关的问题，我们会买的比我们所需要的还要更多，方向应该是这样子。指挥官陈时中讲，采购疫苗需要一寡定数，都要看整体量，抑个明年的需求。目前已经有订200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基本上要做第3档应该是有够的。不过疫情是一直在变化，考虑供应甲时间的问题，买疫苗的数量会比原本预购的数量抑个较侪一寡，嘛会买其他的牌子来分散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伫今仔日增加3个本土病例，也因为因的 CT 值落伫咧30以上，含昨昏3甲所增加这个确诊病例有10例，因共款是 CT 值有30以上，市政府也决定讲要甲因检测情况体，发现讲这10个人拢是阳性的，可能是伫咧1-2个月前就感染到啊。全台3则增加3例确诊个案，拢集中伫新北，分别住伫永和土城甲邦桥。土城个案陪同大做伙朋友就医采检确诊，属于家户感染。永和个案陪翁婿带院采检确诊，邦桥个案是到长照机构探视长辈采检确诊。因为3个人的 CT 值甲3甲案10个人 CT 值拢伫30以上，市府就加检血清抗体，拢发现是阳性，推测已经感染1-2个月。应该属于个案。新北市长侯友宜就安尼呼吁中央制定快速的抗体检验流程，严格对待。为什么要建立中央做快速抗体检验流程？你才可以了解这个旧案到底是多久时间感染，如何去追这个源头跟厘清
怎么样去做好未来的应用跟作为。邦桥个案较真进前，捌去树林科学馆，也坐坐稳往返上北，去过万年大楼等地点，北市离岛公布的较真个案。捌伫美国做过2支 BNT 卡车，去过北北基宜等6县市，较真进前。坐各种大众运输活动，去过家乐福、中庆案、三创甲光华商场，拢已经完成清销，稍早停业1天。也毋过外界积极，北市府公布卡车上慢，较会引起民众惊吓。市府也做出回应。如果发生错误，会造成更大的困扰，所以我们还是希望精准一点。但是对于我们同步通报商家跟场域去清销这件事情，并没有任何的迟延。北市府强调，个案卡车公布需要评估伊敢是要有传染风险，接触者敢是会当掌握等因素，需要求谨慎。另外，新北的邦桥台湾8案，伫确认1688名员工体检全阴性了后，30复检。校友义也鼓励3级市民体检，阻断温行传播链。记者综合报道。有非洲猪仔走私拍品已经入来到咱的台湾，近日咧台南有查到越南月饼检出非洲猪仔病毒。之后，伫咧桃园有一个富人人，伊走私越南月饼53盒，也验出非洲猪仔。重点是，这个富人人伫咧网络顶头卖这月饼已经卖半年外咯，恐惊是要继续来追查这月饼是摊偌开啊。专勤队员锁定骑机车4单的查某人，赶紧向前拿查，将拄啊进货的月饼全部查扣。越南的河鼠寄过来。越南河鼠寄过来的，自己买的吗？你们什么东西？里面是有那个。对着越南籍新住民4单的查某人入去自体，专勤队发现较侪越南月饼，算成拢总53块，重量是11.66公斤。非洲猪仔伫台湾出现警讯，专勤队员第25及时拿查这批月饼，送验结果28公布，确认非洲猪仔阳性反应。越南当地的网站，我可以发现那个大量的越南的月饼他就标榜说可以直送台湾。4单的查某人讲，为越南空运来台湾，这种方式已经半年外，大部分背后新住民也是移工，数量也有待查清楚。若是逢查到这53块月饼，是目前查非洲猪仔走私月饼上大件的，主要的功臣就是这个移民官。叉烧跟腊蛇就是腊肠，那它这边有特别注明，它这个一个的重量是180克。看这么多越南文无啥困难，原来伊是越南籍新移民的第2代，伫网络进行侦查，发现违法犯罪。因为伊的妈妈是越南籍，大学4年嘛捌去越南做交换生，才有对母语的熟悉来组织这批月饼流入市面。对，就不像是一般肉是一整块这样子，他们买这些货会夹在一大群货里面，所以可能就是没有查到或是怎样，他们就是有个侥幸的心态。判认验表示，一寡新住民为越南寄来的物件真侪，加减拢会藏一寡走私品，也提醒新住民甲移工唔通炸走私品入来，无正依法会当罚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0万以下罚金。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防止非洲猪仔，地方政府宣布讲，对今仔开始回收的喷袂当入去市场，这也颠倒予各县市油喷的处理量大大增加。便当对今仔开始无要收挂县市的油喷，高雄市是统一送到焚化炉或者是做肥料。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呼吁猪农，伫咧这段期间千万唔通用违法的喷来饲猪，做伙来防止非洲猪仔。今天已经没有再收售了。对，所以我们在现场并没有看到厨余。客职员专工来到饲猪场看喷水回收的状况，中央宣布自8月30日开始，喷水就袂使入家饲猪场，9月要禁止喷水饲猪1个月。不过这样禁令也会让饲猪的成本大大增加。省事一点也没有关系啦，就是长长久久啦，无你老入来就规个瓦济安尼。不允许厨余清运的业者来进行厨余的载运运送。喷水若袂使入家饲猪场，各县市的喷水处理大头的重。屏东资本逐工有要300吨的喷水用来饲猪，其中有87%来自高雄、台南等各县市。但为着降低处理的负担，屏东宣布暂时袂阁收外县市的喷水。因那高雄的回收场是引进抽水机，要统一甲收来喷水做肥，或者是直接烧掉。包含一些堆肥或是高速发酵的试车的一个运用。那如果这些处理量能还不足的时候，就送到焚化厂里面去
做焚化。为了防止病毒透过喷水互猪仔食热染病，各县市党非洲地区各单位拢加强稽查走私物品。台南阁宣布要发5000块的检举奖金，鼓励民众检举，共同来提防非洲地区。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9月初一直特别开学咯。不过郭教授表示，若准学校隔板的数量无够用，囡仔食到的时阵，教室内面若准通风，保持社交距离，就会当免用隔板。新北市和台北市拢挂保证，讲这个开学进程拢会全好势。伫要开学啊！新北市长侯友宜到江翠各中视察校园防疫准备，固定开学指引，家长甲人客袂使入去学校，而且阁提供33位体检服务，5.4万的快筛试剂。不过校园场地甲儿童游乐场暂时无开放。侯友宜是保证开学前隔板拢有够用，郭教授是讲，伫通风良好、中到等维持社交距离，就会当唔免用隔板。午餐的隔板开学前会全市到位。可以让孩子们能够把防疫做到位，维持用餐环境的通风，并可使用隔板入座或维持社交距离用餐。台北市大宴隔板准备率会达到100%，佮公布各项指引。音乐课暂停吹奏类课程，科学课暂停用片还是用气味的实验。运动课袂使看班还是看校练习，以一人一个教学用具为原则。9月初开始开放篮球、手球甲排球单人练习，游泳暂慢实施。家政课避免用同一个碗盘分食，还是做伙食。课后学习辅导、社团、机能训练继续办理。不过9月30号前，将慢规划校外教学活动。台北市估计有15%的学生囡仔会请防疫假，防疫假是以2礼拜做一周期。可以先请两个礼拜的，你也不能一开始开学第一天说你要请假一个学期，这个2个礼拜的请假我们是不列入出勤记录。用餐了后洗喙齿，因为室外洗手台数量无够，郭教授也伫10来发函予各县市政府，学生囡仔会当坐伫座位让较远的洗喙齿。要采分流保持社交距离，幼儿园可以在取得家长同意呢，以班上的这个人呢开水来漱口。那室内的洁牙因为有隔板在，所以的确是可以采用有2个漱口杯的方式，在室外洁牙那个洗手台能够保持安全距离，用分批分流的方式。9月初一伫要开学啊，疫情较严重的湘北，原来积极提高教师注射率，谨慎来防疫。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开学的部分，大学也伫咧9月中过后要来开学咯。目前教育部也正咧研究校园防疫管理指引，包含教学方式、健康监测等等的部分。另外，也有风声讲，大学的入学体检会增加 PCR 或者是做快筛。那针对到教室上课的部分，可能是上侪限定80个学生。伫休热期间，学校内底人无济，不过9月就要开学啊。大专院校嘛，申请平真案当地准备。教育部即嘛伫咧建议大专院校校园防疫管理的指引，内容会包括教学、上课方式、甲健康监测等等的内容。目前当地聆讯专家学者的意见，有风声讲实体课程会以80个人为限制。因若新的学生入学的健康检查，会当甲 PCR 甲快筛包括在内，不过袂当真做入学资格限制。疫情防疫中心能够对于全国的快筛剂，能够以比较优惠的价钱，因为这个只要转嫁给学生或是给学校是一笔非常庞大，因为它的期限非常有限，它可能是要每个礼拜或2个礼拜方面就要快筛一次。上课的部分采用固定的座位，我们再透过 APP 的方式让他更了解大概是属于哪一个固定的位置。学校这边按算要开发 App 软体来管理学生上课坐的座位，因为目前建议的开学指引可能会要求学生都要坐伫固定的座位。真久无上实体课程，学生是真期待。不过疫情变化真大，也是加减的烦恼。还蛮会想要跟同学见面的，但是又因为疫情关系，所以会担心说会不会有就是安全的健康风险之类的。选修课会坐哪里？有固定位置？这样还蛮方便的，还可以模型那些的现场做比较好给教授看。针对开学了后上课的模式，各间学校嘛持续伫咧规划，可比清代甲用兵交代，当伫咧研究新的学生甲旧的学生入学的日子，敢爱分开。中正、成大、台中科大等等的大学，嘛伫咧考虑先为线顶上课开始。也若放假大型的课程，是规划分配让礼拜来上课。也若大师大嘛持续使用手机App， 互学生记录体温、使用数位通行证，
也若搁较幼路的部分，未少学校拢讲，都爱等教育部公布指引，才开会讨论，会甲防疫措施甲准备做好周至，迎接新的学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的新兴区有一间老饭店，涉嫌伫咧2019年伪造500多条旅客休店的记录，去诈领交通部观光局的秋冬补助54万，涉嫌人员有48人。交通部观光局表示讲，若准这是千金万确的补助款会讨倒转来，甚至日后业者有可能拢袂当参加补助方案。警方为办公室抄出几箱登记大房的记录，真做人头的证件、甲领钱名单等等的证物。饭店的主管甲员工证实了后，去予警方押上车。高雄检警接到通报，高雄新兴区一间老牌子的饭店，涉嫌伫2019年诈领国民旅游秋冬大宿的补助款，涉案的主管甲员工有48个人。清查相关犯前，共申请补助500多笔，不法获利达54万余元。全案依诈欺、伪造文书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这间饭店的主管先指非员工收集亲人的身份证，伪造假的大房记录，了后一个人头换200块的现金加200块的牙齿罐，当作是后车。另外，还佫联合游览车的业者，甲团客以自由行的名义登记假的大房记录，每一间房间会当申请到1000块的补助加200块的牙齿罐。不过，这并不是头一件大宿补助的诈领案。台北甲苗栗嘛捌传出有饭店的业者收集民众的身份证或者是个资来诈领补助。说他们该缴，我们追回就作为追回嘛。那他有相关的一些违反规定的部分，说他实际诈领的话，那检察单位他那边就会依那个刑法的规定去处理。为着要甲补助款讨倒转来，交通部观光局嘛表示，今年的补助方案要当地研究。若是有相关的补助，会甲有诈领补助记录的业者通知予县市政府，真做刷落来，敢会予业者参加补助方案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所观众朋友来关心国际消息，风台艾达影响到美国的生活，目前已经有1个人死亡，伫纽奥良超过100万户失电。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若准备恢复正常，可能要开几个礼拜时间。包括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这个挖墨西哥湾的所在，四界拢是大风大雨，一直现海化，也甲厝顶吹甲拢翘起来。虽然爱达风台为登陆前的4级降到3级，不过专家也是呼吁民众袂使无注意。美国的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 NOAA 提醒讲，风台可能造成的灾情，袂使干那看中心最大风速，外围风雨也可能造成真大影响。This storm continuing to want to be so strong. I mean, think about landfall just hours ago, and even after landfall, this storm looks as healthy as it has at any time in the last day or so. 气象专家进一步讲，除了大风大雨，海水倒灌更加是袂使无注意，因为沿岸上济会甲4.8公尺，挖近2层楼悬，沿海较低所在影响上大。风台登陆是伫美国时间29礼拜，也就是卡崔娜风台侵袭墨西哥湾16周年的日子。迄年5级的风台造成1800多人死亡，经济损失至少1250亿，恐怖的记忆到即卖还阁真侪人会惊。伫卡崔娜风台过了后，联邦甲州政府用真侪钱，想要改善纽奥良的爆发。过去几年，有当时出现的大海涌，确实有防护的效果。不过风台是无共款的，纽奥良的爆发当面临完工以来上严重的考验。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美国的中央司令部证实，因有透过一只无人机去做空袭，甲一台有载炸弹轿车当场拍落来，甲伊毁掉。而且，这台轿车真有可能是恐怖组织ISIS所介有牵连的。不过，这个爆炸也害死一家伙9个人。另外，伫咧机场附近也传出火箭攻击事件，目前是无法度确定是甚物人做的。阿富汗喀布尔遐有一间真家厝，边仔一只车是小甲敢若剩一个空壳。有人讲这是去予美军用炸弹摧毁的自杀炸弹车。美国中央司令部29证实，透过无人机空袭，成功拍到一只甲恐怖组织 ISIS 有关的车。这台车爆炸2解，显示伫车内底有咧济会爆炸的物件。It was 5 p.m. when I heard a sound and then another loud sound. I ran to the neighbour's house, and when I entered, I saw that a rocket had hit the vehicle.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迄当阵这只真可疑的车内底有几个人，
因准备去喀布尔机场发动攻击，因为去美军用无人机空袭拍到，所以这个威胁是暂时已经解除。不过美军无顾虑附近的徛家甲百姓，就直接发动攻击，嘛引起争议。根据 CNN 掌握的消息，有一个伙仔9个人伫这个空袭的行动当中不幸来过往，其中也包括6个囡仔，上细汉的查某囡仔才敢若2岁尔。中央司令部发上新的声明表示，因也无啥清楚代志发生的过程，当伫进一步调查。若是真正有无辜的伤亡，因会真悲痛。نمیشه محلی خوشا براست این منطقه زندگی میکنیم یک راکت آمد دوز بی خانواده خورد 6 نفر 5 نفر شهید دادن همین دیگه گفتنی است از زیاد نیست جگرخون هستیم8月31日，美军撤离的期限就伫要到啊。2日喀布尔机场的恐怖攻击，加上 ISIS-K 讲迄是因做的，和阿富汗的局势是规个乱糟糟。目前已经知影造成包括13个美军在内，超过170个人死亡，200多个人受伤。若发生社30早起，搁翕到伫喀布尔机场附近有乌烟一直冲出来。CNN 引用无起名美国官员的话来报道，讲现场发射5支火箭，伤亡的人数也不明，真有可能是 ISIS-K 做的，不过也无法度确定。美国总统拜登29日去达拉瓦州多福空军基地，亲身去接伫阿富汗因为恐怖攻击的事件殉职的美军的遗体。伊嘛是美国第4个去接伫阿富汗阵亡的将士回国的总统。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讲到阿富汗的民兵组织塔利班已经对外挂保证，讲这个月31日美军完成撤离了后，会继续允准其他的外国人和阿富汗人来离开。为着要这个撤离行动会当安全进行，目前英国和法国已经向联合国提议，要伫咧阿富汗设安全区啊。阿富汗撤离行动进入最后阶段，各国积极赶伫其限内撤出人员。今麦法国甲英国已经决定要向联合国提议，伫喀布尔设立安全区，让人道主义撤离行动继续进行。Un projet que nous allons continuer de porter, je pense que c'est totalement réalisable. Le travail de la France et de l'ensemble de ses partenaires est très clairement de tout faire pour assurer la sécurité des opérations humanitaires. 不过，这项提议和塔利班否决。塔利班发言人强调，8月31日了后，持有有效文件阿富汗公民拢会当自由旅行，所以无必要成立安全区。目前外界对塔利班街头外面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也直接冲击阿富汗境内人。无国界医生组织表示，伫塔利班控制喀布尔了后，国外的捐款减少，若状况继续恶化，医疗体系随时崩盘。另外，塔利班也召开会议，呼吁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重新回到工作单位。佮答应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政府恢复高等教育，同时予女性也受教权。邦基岛科索沃机场111名阿富汗难民，大部分是女性甲囡仔，赶着行李行至停机坪，一落机就犀牛体温，刷来将暂时待伫离首都普里斯汀纳40公里的美军基地附近。We wanted to make them all just not feel welcome, but most of all to feel safe after the horror that they have been going through. 科索沃政府甲美国大城协议关系做过境国家收容2000名阿富汗难民，未来几天也会有邦机陆续到这。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英国因为脱离后面加上疫情影响，即卖也出现欠工的情形。农产品无移工连具冷冻坡道生产，对农产品的源头影响到各行各业，甚至有真侪对后面来的这兽医师，真也拢离开英国啊，这动物的健康也无人看顾。英国东南部草莓园里拄好是需要真侪欧面国家季节性移工来采收的时阵，也过受到疫情的阻碍，国加上脱欧了后，人力流通无亲像较早遐尔方便无国界。农业甲畜牧业立刻感受到欠工的痛苦，因为这辛苦的工作根本就招无本地的人工。They've got a huge backup of pigs on farm at the moment. Some 15,000 pigs a week that should be going through slaughterhouses aren't being killed because there isn't enough butchers to process them. 另外，欧盟的
重型货车司机也严重欠缺，影响到零售业原物料的供应链。英国全国1000多间麦当劳的门市只好无要卖奶昔饮料，确保着汉堡这的主力商品原料的供应。行家连锁店难多，顶礼拜也因为鸡肉无够，关50间店面，其他速食店甲超市卖场拢面临类似的困境。英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讲，为去年6月1年内，有14000个欧盟大卡车司机离开英国，到即马敢若600人转来。物流甲零售业者写批予政府求帮助，当局是讲会增加大型货卡车驾照的考试，搁简化流程。国家农民联盟也要求政府爱发放12个月新冠护照签证，来疏解着移工欠工的问题。封锁期间，英国民众长时间伫厝的，所以真侪人爱饲猫仔狗来陪伴。不过，心爱的猫狗尔破病，也面临兽医无够，连紧急的状况也挂无好的困扰。It looked like she was blind, and I couldn't get one anyway for like another week. I was just quite worried about, the complications of leaving it for so long. Due to Brexit, that we're having decreased numbers of European vets working over here, so unfortunately we're unable to meet that current demand for pet services. Also, COVID's got the inevitable impact with people having to self-isolate. 英国的宠物猫狗啊数量增加真侪，达到上千万只的水准。不过兽医人数煞伫减少，因为兽医的训练至少要5年的时间，所以无快速立刻解决的方案。未来远距离视讯医药门诊会搁较接，医师也烦恼这段期间累积因后的这个治疗甲疫苗进度会增加后续处理负担。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伫咧南投的一集有一间农场，迄内面有种一寡外国品种的粉黛乱枝草，也因为这款草啊是粉红色的，成真侪民众去遐翕相。不过，伫咧今年过月，农委会甲这款草啊列作是杂草类有害生物清单，农委会也要求业者着要限期改善。今仔日南投县长也亲身去到现场监督，赶人员甲草啊扣掉。无名走来游客伫围墙外口用手机翕，甚至违规停车，拢是为着南投这间农场所种的粉黛乱枝草来。想袂到，煞毋知影要安怎入去。我还胖了皮哦。你们是从哪边来？农场业者引进粉黛乱枝草来种已经是第3年，因为粉红色的草原真浪漫，真做当地有名的观光景点，吸引民众前来翕相。不过因为有高入侵风险，今年5月农委会热烈禁止进口的有害食物清单，要求南投县政府限期移除，若无配合，将罚业者30万。30执行移除这天，县长林明珍亲自到场。因为是农委会要我们执行的所以请大家谅解一下县政府像这个如果真正不会扩散的话来让观光客来这边参观。目前还没发现到我们的周遭有任何一棵它自然繁殖的现象。这是我们的心得我们只是要把我们的经验告诉有关单位。基区直接胖移除作物，县府表示，农委会引用采伐业者的条文是都市计划法，毋是农业相关法规，显然这个部分的立法有缘不足。未来建议修法，才袂互业者甲地方政府毋知要安怎做。记者综合报道。今年8月，伫新北市芦洲发生一桩虐待猫仔的案件，调查员认为讲，若准当时有动保警察到现场，无的确会当甲动物抢救回来，而且也会当用法律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嫌犯。这个议题也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平台顶头有连署成功，希望修法来甲虐待动物的罪行判搁较重。这只白底虎斑鸟查查，因为主人带做伙朋友甲主人发生冤家，将不办发伫查查身上，用烧水烤肚鱼。虽然动保人士甲警察前往救援，紧急将伊送医，不过经过11天，也是因为规身躯烫伤死亡。新北市议员李坤霞指期动保处无当场将本案以动保法第25条升级为刑事案件。是警察来判断，还是你们动保处人来判断？院应该是这么讲啊，还是回归到原点啊，就是我们现场去的时候，并没有看到猫，影片上也没有人入境，也没有时间点，所以这个没有办法用现行犯当下做逮捕的动作。可是我们也非常的火速，我们跟动保警察也非常的配合，也在3天内把这个人移送给地检署了。
新北市动保处长表示，当时现场资讯不足，但不过议员即期敢是接到报案的话务人员无及时将资讯通知到场处理的动保处人员。当时现场救援查的动保人士也认为，若讲当时到场的是动保警察，可能就会当场采取法律行动。那为什么动保处派出来这边既非动保，就是动保员警，也不是他们具有专业动保那个法律知识的一些那个动保人员，而是派一个外派人员过来处理？因为今天这是一个虐猫案件，它必须涉及要有那个法律形式的那个专业知识的判断。即摆查救援事件发生了后，不少民众希望中央会当设立动保警察，加紧救援速度，无将动物保护法规定，伤害动物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扣新台币200万以下罚金。若属于药物侵害致使动物死亡、经济重大者，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扣500万以下罚金。政府公共政策网络平台也有民众连署成功，要求将刑期加重，就看政府安怎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人伫咧路口，若准讲要倒滑，拢爱看到青红灯出现倒滑的记号，才会当倒滑。说是有人赶时间无等到这个记号，就直接滑过去，所造成严重车祸。这3年以来，台北市就600多件这款的交通事故，造成15个人死亡；伫新北市也有500多件，造成8人死亡。啊，未等到青灯倒滑后，一倒起来客运车驾驶就倒滑，弄到对向骑机车的人。建设小绿车同款提早起步倒滑，骑机车的人无法度闪避，正面弄到。哦，撞到了啦！要有这台黑色轿车，就是对向无来车，想要西弯通过，连续弄到2台直行机车，骑机车的人飞出去。因过通过十字路口看到青灯，敢会当倒滑，未少驾驶人有同款的疑问。3个是正常红绿灯嘛，然后有多一个就是有所谓的左转的条件嘛。你有4个的话，一定会有多一个左转灯。驾驶无依规定释放，定传出车祸事故。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统计，107年到110年8月底，青灯倒挂箭头无倒，驾驶抢紧释放，造成车祸。台北发生599件，致使15人死亡，753人受伤。伫新北市汽车无依号志指示提早倒滑事故也达到511件，其中造成8人死亡，614人受伤。警方表示，开车族抢紧通行，造成车祸是主要原因。不过有的驾驶对号志无熟，佮要安怎来判断？通常箭头绿灯的灯号组数会比较多啦哦。左转的车道上，如果画有左转箭头跟搭配双白实线，那这样子设有左转专用车道的，通常规划有专用灯号的机会就比较大。警方表示，无论是3灯还是4灯号志，只要是圆头青灯，现场无禁止排面，注意对向来车都会当直行，还是倒正滑专线通行。若是青灯有箭头灯号，即会当按照号志方向指示行驶，违规者会当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相关处轻罚罚款。若这罚单搁较无顾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去年12月，台铁交通瑞丰路段造成崩山，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仔日也去到现场勘查，要求台铁要加强安全管理。另外，台铁也发现过全台湾有67个可能会发生物件走入来铁轨路的危险地点。立委也讲，若准到10月底改善计划才会当完成，伫咧这段期间，恐惊有其他危险会来发生。一大片土石看现现的山坡，即阵已经一格一格甲固定掉的。台铁交通瑞丰路段的山坡，去年12月大雨水崩山，2个月后才恢复正常通行。立委指出，台铁路线有异物入侵风险的所在有67搭，其中较严重的比级路段有28搭。伫台铁改善计划出来进前，即马是先做山坡改善工程。10月份才会提交交通部的改善计划，跟苏院长在4月份的承诺其实已经可以说是相关的这个进度严重的落后。28处的这个边坡 B 级的边坡改善工程，只要能够用工程改善的，我们就全力用工程来改善。今年会完成14处，明年我们会全力把另外的14处完成。台铁嘛讲，其中有部分所在会完成永久的实体隔离设施，甲异物入侵国境系统。伫完成进前会先用铁轨条来防护。现在目前告警系统总共有26处，主要是为了预防落石还有土石流的这样的一个告警。
那今年我们11处就会完成，明年我们会继续加紧我们先把它做一个防护，好让这样的一个风险能够确实的被管控降低。那后续的比较永久性的阻隔设施，我们马上就会核定以后积极来推动，加速把它完成。代替表示，亲像交通啊，随风中这片山坡，好好工程完成了后，有用机器进行山坡的稳定度监测。代替人员嘛有定期巡查甲记录，若是有风台、地动等等，嘛会安排特别巡查。记者郭北君、郑派文新北报道。今仔日是美国这帮大联盟的纽约大都会台湾日，总统蔡英文用录影方式替活动致辞。蔡总统也特别向球迷小解有去到东京奥运参加比赛的台湾选手，另外也感谢美国捐疫苗给台湾。Hi, Mets fans. It's great to see you all here at Mets Taiwan Day 2021. 穿美国职棒纽约大都会的专属球衫，总统蔡英文以录影的方式为纽约大都会台湾日献上祝福。除了真欢喜疫情转好，球迷搁重回花旗球场看球，搁较特别介绍台湾本届参与东京奥运的选手，包括亚当金牌郭幸顺、柔道金牌杨永伟等人。Whose inspiring performances at Tokyo Olympics made our country proud and show the world what Taiwan is about. 蔡英文也趁这个机会感谢美国伫台湾有困难的时阵，伸手倒三角捐赠疫苗，搁连续将开球的任务交予驻美代表萧美琴。这也是台湾日12年来头一摆邀请台湾驻美代表开球。萧美琴有淡薄紧张，头一摆登板投一粒提前落地的白球，伊表示家己还阁有进步的空间，也讲重点是各界到场，同齐为台美关系加油。非常的紧张，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荣誉，所以跟所有今天一起来看球、来加油的球迷，还有台湾乡亲，大家一起为台美关系加油。纽约大都会队甲台湾不了缘分，为2005年有纽约大都会台湾日开始，是全美国4大职业联盟中以台湾文化为主、规模上大的活动。去年因为疫情取消，今年人气无减颠倒增加，也予台美体育活动有更较亲密的交流。记者综合报道。拍野球的兄弟抢球星王光辉，今仔日因为伊癌症来过身，食到56岁。球团表示讲会协助家属来处理，也会协助来处理伊的心血事。他打击是有策略性的，抓第一个球，结果扫到了右半边。大力讲顶现满满的自信，兄弟球队名将王光辉伫2004年退休，留落真济记录，却伫30岁起因为癌症过身，享年56岁。刚开如果说我们的职棒打了100年、200年，中华职棒延年的打击王是我们。这个我感到骄傲。王光辉是花莲阿美族人，1988年捌入选汉城奥运棒球中华代表队，也是兄弟球队的创队元老，连续13摆入选名青队。伊2004年退休了后，转任兄弟队总教练等职务。2019年转往业余体系担任教练。对过身的消息，棒球界的朋友拢感觉真艰苦。我们都知道他状况啦，因为一直有听到说身体不好的一个情形嘛。对，只是说没有想到说会那么严重嘛。他们也没有特别的讲说是怎么样，然后也不太希望太多人去打扰。他是我左大学弟，但是我想我跟大家都一样，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人缘的表现非常好的一个球员。伊的后生中信兄弟球星王维信也发文表达不甘，佮感谢父亲是遐尔好的前辈、教练甲模范。球团表示希望大家互家属一点仔时间甲空间，会甲家属讨论了后协助后续相关事宜。记者综合报道。搁在2天特别开学啊，高雄市五福国中今仔日进行校园的大消毒，同时间也有演练这个防疫假帮是要安怎使用。另外，还未注预防车加注预防车还未满14天的老师，这2天啊，拢已经有安排公费快筛啊。对大门口一直到教室外口内底，拢爱全药啊，搁有2天就开学。五福国中为着天9日全校大消毒。另外，上要紧的，阁有防疫。
老师唔拿甲准备好各班的防疫用品请出来，全校84班学生食饭用的假帮嘛穿好啊，现场演练安怎使用。开始擦4个面都要擦哦。会紧张。为什么会紧张？因为还是有疫情，有点担心啊。为什么？怕被传染。已经3、4个月无转来学校上课，学生足期待，嘛会紧张，拢希望会当赶紧注到有风车。目前全高雄老师注射率有9成，五福国中200多位教职员无注射的无到5%。教育局已经安排公费快筛。伊若准长资料啊，嘛开学嘛要未满14天呢。这几天吼，今仔日到明仔载，去快筛伫迄个民生病院，第一这是拢公费啊，拢甲造册。另外，学校嘛准备2个防疫布瓶，要互身体无爽快也是发烧的学生，伫遮等家长接转去。目前班庆会嘛规划线顶举办，校长表示，防疫的代志真侪项，拢是为着要互学生安心转来上课。记者邓嘉文、赖维做高雄报道。嘉义市一直拢有伫咧学校内面推广管乐的演奏。即卖是为着这个防疫期间，为着要互学生会当继续来练习，所以就一间国中特别安排一个学生，大家拢是一间的布棚，伫遐演奏乐器来做练习。咱做伙来看卖。学生伫布棚内底奔走乐器，离开的时阵，搁爱用酒精消毒。家己是南平国中替管乐团奔走乐器的学生，一个人准备一顶家己专用的布棚，等开学了后，嘛会当做伙练习。看起来那亲像一条一条的羊仔戏。基本上不舒服是不会有啊，然后再加上因为很久没有练习乐器和大家一起，所以非常兴奋。可能就只有没有办法聊天吧。老师是发想要用跟小吃部或者是餐厅的隔帘或隔板的方式，但是这样子还是没办法完全的防止飞沫喷溅，所以我们的老师就开始发想，那其实也有参考国外的做法，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设计了防疫勇士。9月12日就要开学，嘉义市政府早时邀请市内所有各中小的校长做伙开防疫会议，除了宣布相关防疫方向，卫生局嘛指出，一旦确诊，学校需要做什么准备？那一旦确诊的时候，我们卫生局就会到校园去做疫调，这时候可能就是也要请学校来帮忙。嘉义市教育处表示，嘉义市的各中小学生拢有替因准备家己的假帮，教室内底嘛有装空气循环系统，希望学生的校园生活袂阁受到疫情的影响。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虽然咱台湾的疫情有较稳定啊，不过有一寡过来到台湾的新住民，无法度登去因的国家看亲戚朋友。为了减轻因对故乡的思念，新北市政府推动防疫厨房，希望这寡新住民朋友会当透过料理来解乡愁，而且会当更较侪姊妹啊，直接做伙交流。加真侪色水的圆仔，加入椰子签顶顶，做出泰国的圆仔汤。这是粤式蛋卷。阁有越南的煎饼，因拢是过来台湾10几冬的新住民，但是拄着新冠疫情，所无法度返去后头厝。新北市政府特别设立这个防疫小厨房，用网络实习教学。怀念家乡味，实在太想念家里的东西了。那因为一些小时候吃的甜点，其实在台湾现在有些是还是买不到的，所以想要来做看一些我们自己的回味一下那个小时候的回忆。来自越南的李金讲着讲，因过2、3冬就返去越南一届，即马敢若会使用电话甲家乡的父母来实习，做家乡的料理，嘛是希望大家通较认捌因的饮食文化。新北市社会局表示，伫遮有11万的新住民，因为疫情，大家交流减少，才想讲利用线顶，互因有一寡消透心情的管道。在疫情期间，我们很多的这种实体课程没有办法进行，所以我们特别透过线上好的一些活动来宣导。社会局指出，影片会不定时来推出，另外受疫情的影响，自5月开始，嘛接到真侪新住民失业的案件。除了替因安排安心就工，嘛希望透过料理等等来替因找新出路，更加通甲共乡的姊妹啊加一寡互动。记者陈亚文刘随采访报道。屏东新皮乡的大城国小，因为学生囡仔愈来愈少，本地县政府是要甲这间学校甲别间合作一间，不过即马是转型做实验小学，按算会用艺术来教学生囡仔，培养囡仔成做生活的艺术家。
伫屏东新北乡的大成国小，经过差一点和北京学校合并的命运，即马已经转型做实验小学，邀请到台北市关岛文化艺术基金会来经营，按算含对台北艺术大学毕业的艺术家。云门舞及舞蹈教室等等的丰富艺术资源合作，准备发展艺术美感教育。是因为我们真的相信艺术，我们真的相信，所以我们认为大成艺术小学是以人为本的身体教育，同时要根基于在地的自然环境跟人文景观，同时要根基于每个孩子的美感经验跟创造力。为了永续，去大家成立一个基金会自己跳下来，洗碗兼撞钟。大成国小正做屏东县内头一间以艺术做主题的实验小学，教学的方式和内容会比一般体制更加多元创新，以公民美学的理念发展，确定主题以艺术、环境和文化三个方向来做学习目标。所以这半年来，我们大概在整个课程的编排，跳脱传统，突破这个框架，作为我们在教育更多的基础人才的一个地方。屏东大成实验小学希望培养囡仔成做生活艺术家，透过艺术配合教育，除了栽培人才，也让屏东在地人文有进一步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罗天时啊，伫台湾的关山，咱有机会看到云影变化奇景。伫咧进前，着民众用镜头记录着六国大轮山对早起到暗时的云影变化，咱也做伙来看卖。若到当年的7、8月，就是咱台湾的风台季。时常会带来大阵的风雨，规在台湾正中的南投县，因有山势地形的地引，少时才受到风台霜冻。颠倒在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若有机会徛到山顶，就会当看到风起云涌、山海和云海交参的壮阔。我们这里的山区的云层的变化相当的快哈，那像云的话，好像是滚动式一样在滚。那晚上的话，那个夜间的那个云海哈，也是这样子在滚动哈，它拍起来很漂亮哦，就是云海还有搭配这个琉璃光哈，那显现的相当的漂亮这样子。民众在南投六股的大轮山，特别采镜头记录到这个瞬间。只有风台要来夜透大风的时阵，才有机会看到云海起价的天然美景。前一秒也风平浪静，下一秒煞风云变色，时时拢有变化。尤其是若到黄昏时阵，佮加上日头的倒射，有影是真闪人目。经过我们大轮山这边，发现这边云海啊非常的漂亮，所以促使我留下来观赏了一下，欣赏了大自然的一个美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非常非常的气势汹涌，变化无穷，觉得真的好美哦。希望呢疫情过后呢，还可以跟我的朋友一起来好好的欣赏这个美景。所讲的云海起价，就是冷空气吹来，即在山前的过程当中，等若到冷空气即到关过山头。水汽和冷空气就会顺山势加落半山，看起来就若瀑布、水墙同款。行关山无定着看马烧塌，大自然的风光美景随时后等。等若疫情稳定，也随时欢迎众人到地来游览。记者综合报道。有科学家发现到全世界上界北边的岛屿，而且这阵科学家也要想要用在地语言，改号名做上北边的岛屿。空中翕的画面，因看到格陵兰外海浮冰中有一个小岛。顶个月有一阵科学家去格陵兰岛北边沿海采集样本，因原本的目的地是乌达克岛。这个原本已经知影上北边的岛，啊，不过后来确实检查位置了后，才发现这比乌达克岛也佫较靠西北边，差不多780公尺。因甲丹麦研究团队确认了后，证实这是一个新的岛屿。He was absolutely clear in saying you have not been on Odak Island, you have been on a new island, and it's actually situated approximately 800 meters more to the north than Odak Island. And that means that what we came down at was actually the northernmost island on Earth. 科学家指出，这长60跨30公尺的岛屿是往北极点上近的陆地。因一行人6个人坐细只的直升机降落了后，发现这个岛无实物，只有土、冰甲石头。4颗链等拢是海水冰甲，毋是一个真友善的所在。
And we have had a lot of discussions on this name, and now we have actually agreed on one. So you will be the first one hearing the name of the island that we will suggest for the island. And it will be called Qaqortoq Wet'suwet'lek. 丹麦学者也证实，这个小岛符合岛屿的标准，是目前世界上上北边的土地。不过，伊认为这无甲可能改变丹麦伫格陵兰的领土范围。公司新闻陈慧仁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 中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2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3度。